真正音乐舞的艺术中心为了好手亲自体验爵士鼓的吸引力，特别邀请知名的歌手 Ken 来规划一场小型的演奏会，让大家感受震撼的歌声加精彩节奏变化，呈现力与美音乐感受。虽然一开始有一寡囡仔对着爵士歌声会有压力，不过随着调整加讲解，嘛，互所有囡仔一步一步接受，甚至有兴趣愿意上台来体验，搭配骹手的变化，做出趣味的肢体表现，继续杂交。同时，中心嘛安排小主播来提问采访，让大家对着爵士鼓这项乐器有进一步的认识。请问您第一次上台表演或比赛时，你会很紧张吗？你是怎么克服的？我第一次的时候是很紧张，没有错。那没有怎么办？就是失败了再来一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没有谱，要怎么设计出那么美妙的歌声？每一场演奏当然我有我熟悉的歌曲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我们把歌曲把它做了一个新的这个主曲所以我有写了一些段落衔接的一些桥段我有做一些小笔记，但不全然是古谱这样子。那一般我们在演奏一个曲子的时候，一般就跟我们弹钢琴或者是演奏类吹萨克斯风一样，它必须是一个视谱的状态，你才可以全然的演奏。那当然比较好的状态就是，如果你可以把这首曲子全部都记得很熟，可以很自然的把它表现出来，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演出。那是几岁适合打鼓？打鼓从小朋友幼班，然后到我们就是长辈的学习都可以。那打击乐器的学习里面，就是每一个人设定的目标，每个年龄的阶段要求的内容可能也不尽相同，所以在不同的音乐的学习不同的年龄的学习，不同的阶段的学习里面，就是要去做一个客制化的搭配。爵士鼓手搭配吉他手以及歌手的小型乐团演奏，让大家难得享受一场视觉和听觉的飨宴。就是今天要爵士。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